中東局勢不穩、油價上升，呢啲因素都有利增強美元嘅資金避難所角色。但當美匯指數上到100，佢再上嘅空間明顯受壓，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？今日同大家講解。早晨，我係 AI Mark， 今日係2026年3月23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而家全球大部分石油交易仍然都係以美元計㗎，所以當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而推高油價，國際間對美元嘅需求就不得不會有所增加。換言之，中東局勢越趨動盪，對美元就越為有利。不過，自美以伊喺2月底爆發軍事衝突以嚟，雖然美匯指數係有所走強，但幅度有限，升到去大約100.50附近後就顯疲態，升勢乏力。事實上，自去年5月底以嚟，美匯指數始終走唔出95.50至100.50呢個區500點嘅波幅範圍。換言之，即使喺中東局勢緊張、油價高漲嘅情況下，美元可以獲得嘅提振仍然相對有限。仲有聯儲局喺3月19日嘅議息會上，雖然將今年底 PCE 通脹預期上調去到 2.7%， 去年12月估計為 2.4%， 令市場因而意識到聯儲局今年可能未必會減息，甚至有少部分投資者更轉向預期翻聯儲局今年可能加息。但即使如此，美匯仍然未能突破既有波幅區間，呢一切令市場對美元嘅中短期前景更添疑慮。鑒於預期美伊局勢短期內難以緩和，而且油價仍有再度衝高嘅可能，相信美元仍具上升動能，但可以走幾高就成疑問。如果歐洲因高通脹而最終喺6月加息，或者如果美國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，推高市場對美國財政赤字惡化嘅擔憂，反而可能令美元轉弱。不過，考量到歐洲對中東能源嘅依賴，同埋歐洲缺乏足夠嘅高科技產業嚟吸引大量海外資金並帶動經濟，即使美元回落，恐怕亦只會回到95.50至100.50區間下緣附近。喺美元喺上述區間內上下震盪嘅情況下，投資者可以考慮轉向較強勢或者具收益優勢嘅貨幣作為配置對象，例如喺7大貨幣中利率較高嘅澳元，或者喺能源供應波動時具防禦能力而且正逐步國際化嘅人民幣，以分散風險並尋求較佳回報。最後嚟睇翻今個星期二24日，多個工業國將公布佢哋3月份採購經理數字 PMI， 透過呢啲數字可以作為首個指標，去幫助大家判斷中東局勢變化對主要工業經濟體嘅實際衝擊。睇翻2月份數字，美國嘅 PMI 為 52.3， 歐盟同英國嘅 PMI 就分別為 51.9 同 53.9， 日本為 53.8。由於所有數字都高於50指數點，顯示喺美伊未爆發軍事衝突前，呢啲經濟體仍處於擴張態勢。就等我哋留意星期二數字，以觀察衝突後各國嘅經濟狀況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